一個老師同你講故事，係由言語治療師撰稿飾演嘅有聲圖書分享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，咁你哋就唔會錯過我哋 channel 嘅任何新片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！就嚟過新年啦，不如我哋睇下年糕村嘅村民發生咗啲咩事啦。我哋今日嘅故事就係年糕村好運來。因為新嘅一年又嚟啦，所以每個動物咧都忙住準備過新年。我哋首先睇下雞婆婆，因為雞婆婆想新年有個好彩頭，所以咧就喺屋企度掛緊蘿蔔。而隔籬嘅牛伯伯亦都因為想新年好運來，所以就準備定菠蘿同埋桔，希望大吉大利過個肥年。貓先生去咗釣魚，因為釣到好多條魚，所以咧佢就將啲魚掛喺門口度，希望年年有餘啊。隔籬嘅豬媽媽因為想新一年繼續同豬爸爸甜甜蜜蜜，所以就喺廚房入面蒸緊年糕。因為老虎阿彪聞到陣好香嘅年糕味，餓到個肚咕嚕咕嚕叫，所以就走咗去豬媽媽屋企度打開咗個年糕偷食咗一啖。點知個年糕又熱又黐牙，令到阿彪痛到哇哇大叫啊！因為老虎阿彪一唔小心就撞跌咗蒸年糕嘅炭盤度，所以令到炭盤啲火彈咗去炮仗上面。一下子，老虎阿彪因為炮仗聲太大聲啦，所以佢嚇到周圍亂咁走，唔小心將祈求好意頭嘅蘿蔔、菠蘿、桔、魚同埋年糕撞到周圍都係。所以牛伯伯接到由天上面跌落嚟嘅年糕、蘿蔔同魚，好興奮咁講：呢個係上天送俾我嘅好禮物啊！而貓先生嘅門口亦都多咗菠蘿、桔同埋年糕，好滿意咁講：今年真係年年有餘啦！因為阿彪將唔同村民嘅祝福互相分享，所以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啊！因為老虎阿彪想同大家道歉，所以咧佢就戴住咗個獅子頭同埋跳住獅子舞，逐家逐戶咁樣去拜年，為咗幫大家祈求平安健康。而雞婆婆因為受到阿彪嘅祝福，所以就好開心咁即刻封咗個大利是俾佢。豬媽媽亦都煮咗好豐富嘅年夜飯，邀請阿彪一齊圍爐，成個年糕村都喜氣洋洋啦！大家高高興興咁樣一齊迎接新年啦！透過一節輕鬆愉快嘅圖書閱讀環節嚟強化幼兒嘅語言能力。今日分享嘅圖書有兩個目標，第一個係認識故事嘅六何法，第二個係學習因為所以嘅連接詞。